所以就我哋成日都話啦，唔睇任何 trailer 咧，入去睇套戲咧就係最好嘅準備。但難免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都會有期望、有猜想嘅。嗱，齋睇個名咧，我預先諗到嘅咧係全職乖孫，甚至我真係見到全職乖孫裏面嗰個阿嫲咧係有參演嘅。結果咧，如布志綸話齋啊，想得太多。大家好，我係01，呢個係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嘅頻道。我哋頻道咧會專門推介劇集啦，或者電影嘅影片噶。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嘅你呢，歡迎你訂閱我哋，加入我哋支持一下。我哋有開 IG 有開 Threads 啊，除咗會喺上面分享一啲關於電影嘅資訊同一啲我哋嘅睇法以外啦，間唔中我哋仲會舉辦一啲投票 Q&A 活動，會直接影響我哋出片嘅類型或者題材噶。如果你都有興趣參加嘅呢，咁都快啲 follow 埋我哋啦。我哋已經開啟咗會員頻道啦，只需要每個月25蚊就可以成為禮貌小寶寶去支持我哋繼續折磨自己，更可以選擇更高級嘅食嗰啲4去行運健康小寶寶，專着非凡。我哋每個月最少都會有4條嘅會員專屬影片噶，想支持我哋嘅你呢，都快加入成為小寶寶啦。今日要講嘅呢，就係中國電影《給阿嫲的情書》。嗱，一開始呢，我同02已經有世界大戰啦。咁到底呢，係阿爺俾阿嫲嘅情書啊，定阿孫俾阿嫲嘅情書呢？嗱，我認為係阿爺，因為阿爺先會俾阿嫲情書噶嘛。除咗嗰班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之外，應該冇乜人會寫情書俾阿嫲。但02就認為啊，係得阿孫先會叫阿嫲做阿嫲噶啫嘛。阿爺寫俾阿嫲應該係給老婆的情書，咁各執一詞，到底誰勝誰負呢？咁當然係02啱啦，唔通佢會錯咩？但係對電影嚟講呢，唔重要噶。我歸納咧，導演嘅狩獵範圍咧有3大條件嘅。如果你3樣條件都唔中嘅話呢，咁 sorry 啦，你有機會就變成我呢啲咁嘅觀眾啦。咁即係咩呢？涉及劇透啦。如果你介意呢，建議你睇完套戲呢，翻嚟再聽我哋點樣講嘅。如果你睇完唔介意，準備好呢，咁我哋可以開始啦。循例係可以講個故事大綱先嘅。話說阿孫呢，就算爭到成街街數都唔緊要，佢都記得呢翻去同阿嫲慶祝生日。但其實呢，佢仲有個小小嘅任務啊，就係想揾翻佢哋嘅阿爺。因為以佢哋認知咧，阿爺咧就走咗去南洋嗰度打工，一直都冇翻嚟，仲要娶咗個二奶添。喺有限資訊底下啦，發現佢哋阿爺喺南洋即係泰國啦，四圍捐建學校，咁即係代表佢本身好有米啦。所以阿孫咧就想借此揾翻阿爺咧，問佢借幾個錢嚟使下。阿爺走咗之後咧，其實一直咧都有同阿嫲咧書信來往，但自發現佢有第二頭家之後咧，阿嫲就同佢斷絕咗來往。阿孫就憑借佢最後一封信隻身去到泰國咧，決定起阿爺底，結果俾佢意外揭開咗一個已經被埋藏超過半個世紀嘅秘密。咁佢最終能唔能夠揾到阿爺呢？咁啊，秘密又係啲乜嘢呢？咁啊，留翻俾你自己去睇啦。嗱，咁係邊3大要素呢？嗱，第一，你係一個離鄉別井嘅人；第二，你係一位女性，最好你更加係一位太太；第三，你係一個潮汕人，一個中國潮汕人。點解要咁強調呢？之後會解釋嘅。嗱，如果你係有以上一個或以上嘅因素嘅話呢，恭喜你，導演非常體貼你哋。但如果唔係嘅話呢， sorry 啦，導演係放棄咗你噶啦。嗱，我覺得無可否認咧，呢套電影啦係想感動人嘅。即係我哋就算真係睇翻中國嘅網民觀後感啦，佢哋都係話哇好感動啊，話喊到咧死去活來。嗱，我覺得感動咧好需要講個投入度嘅，所以我哋觀眾咧就要同劇情啦，要同當中嘅角色咧產生共鳴，然而我哋先能夠感受到嗰個角色嘅痛啦，佢嘅喜悅嘅。但倘若如果頭先所講嘅3大條件你一樣都唔中的話咧，咁就大鑊啦。嗱，首先我講潮汕人嘅部分先，導演呢係有種着迷，係一種病態嘅着迷咧，與潮汕呢件事嘅。嗱，裏面會有潮汕嘅特色食物啦，然後咧佢戲裏面咧99% 時間咧佢都係講緊潮汕話嘅。嗱，老實講，在我而言啦，同我睇緊韓文咧係冇乜分別嘅。間唔中有1、2句你會覺得佢個音咧有啲熟面口，但其他有絕大部分咧都係離行離辣嘅。
然後呢一樣嘢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幾大嘅干擾嚟噶。我又追住字幕啦，然後佢哋講嘅嘢咧，我大部分都聽唔明，但唔知點解我大腦有部分覺得自己係應該聽得明，然後又睇翻字幕，佢上面寫嘅嘢好似又唔係咁嘅意思。即係有時佢哋講咗一抽嘢咧，字幕可能淨係得3個字；有時佢哋淨係講幾粒音咧，字幕就好鬼長。你未諗得切睇得切，佢已經準備要講下句說話噶啦。但坦白講，言語事少，年中大家都睇唔少外語片啊，適應嘅啫。但導演接近病態嗰個執着咧，未止於此嘅，因為佢強烈地需要咧個演員要好自然地講到潮汕話，然後又好唔想要嗰個戲劇感咁重啦。所以今次咧，佢大部分揾翻嚟嘅咧都係素人嘅演員，而就算冇咁素嘅咧，佢都唔係一個好豐富經驗嘅演員嚟噶，將啲人東拼西湊咁樣合起上嚟咧，又形成咗我第二個障礙。就係你無可避免地咧，佢哋會做得好差。頭先所講啦，如果要感動人的話啦，演員、劇情都需要幫我投入個故事入邊嘅。但倘若如果我覺得你做得差過教育電視裏面嘅細菌大王的話呢，即係搞到個細路仔肚屙嗰條友啊，咁就會形成另一個大障礙啦。嗱，坦白講，喺電影裏面後生嘅演員呢，我反而係覺得佢哋做得 OK 嘅，冇問題嘅，可喜嘅。老嗰班呢，佢真係將生硬啦、尷尬啦做晒上面嘅。但係你話喂，素人演員佢做得唔係咁好啊，基本啦，係咪？你又錯唔晒，咁但係我覺得錯在呢導演嘅安排啦。但呢個稍後再講。嗱，我哋講埋嗰兩大要素先，離鄉別井嘅人同埋女人或者太太啊。嗱，兩件事咧，其實都好易理解嘅。嗱，人遠洋漂泊，離鄉別井，去到一個陌生甚至言語不通嘅地方，嗱，為咗生活咧，冇辦法俾人恰咧，都在所難免噶啦。就喺呢個時候咧，你遇到自己人啊，隔結啦，一個接一個咁咧，不斷互相扶持啊，大家幫助大家。因為出嚟行唔講風唔講雨，講咩啊？講雷啊嘛。唔講一唔講三講二咯，更加發生喺舊時代咧，大家淳樸好多嘅，即係我幫你咧，其實冇咁多嘢計較。呢件事彌足珍貴之餘啦，更加感覺上離我哋呢個時代好遠啊！如果你有相同經歷嘅話咧，就難免有啲感觸。嗱，有女性或者太太咧，就再容易理解啲啦。嗱，個老公走咗咁遠。咁耐個心都係諗住你嘅，愛住你嘅，仲唔夠羅曼蒂克？仲要係支持大家都誤會咗佢係包二奶嘅男人。揭開真相先發現佢係純情小毒 L 鋼鐵直男。如果我另一半或者將來有個人呢都係咁錫我嘅話呢，哇就發達啦！更加諗，喂，原來我怪錯咗佢咁多年，嗰個內疚，嗰個後悔，一個老人家可以點樣釋懷呢？嗱，倘若你身世相近，你要代入嘅話咧，一定會比我容易好多噶。嗱，當然我唔需要同佢身世相近咧，我都能夠感受到人哋嘅痛噶，即係人係講同理心噶嘛。但如果我同你講，導演係阻住你去理解嗰個感情咧，導演安排個節奏咧，我覺得係好奇怪嘅。每當我以為佢準備堆疊緊人啦、感情啦，去上個高峰嘅時候咧，佢要開始鳩搞噶啦，佢會突然間掉啲好唔拉更嘅搞笑出嚟。呢一下咧，我覺得真係自暴其短啦。嗱，頭先所講大部分都係素人演員嚟噶。嗱，我覺得要做真摯感情、要感動嘅話咧，其實都要有一定技巧啦。但當你連簡單讀對白你都做得唔好嘅話，點解你會期望佢能夠搞笑呢？搞笑係更加難做嘅。我成日都話啦，有兩種戲啦，我覺得係特別難做嘅。第一，恐怖片；第二，笑片，因為非常觸及我哋人類嘅原始反應啊。然而你做得唔好咧，係好覺噶，即係可能佢就係想帶出素人唔好識做戲、好粗糙嘅嗰一份幽默感，即係好似阿醬爆啦，又或者阿《西遊記》裏面抬阿羅志祥出嚟嗰個阿姐咁樣。但呢個地球上有幾多個周星馳呢？然而我成日感覺咧，就係佢想搞感動，唔知點解突然間好似好心虛咁咧，就想搞下笑，到最後得到咧佢最喜歡嘅結果啦，唔感動，唔好笑，唔好睇。呢個模式咧喺呢套電影裏面不斷循環，因為我投入唔到，所以我幻想唔到。
結果我到最後享受唔到啊！咁然後到最後啦，我頭先有強調話你係要中國潮汕人啊嘛，呢個呢，我又覺得好好笑嘅嗱，即係成套嘢裏面你突然間喺彈兩句話呢個係中國人地盤啊咁樣，咁其實我都唔算話好敏感噶啦，即係無端端喺嗰陣時叫暹羅嘅泰國度捉幾個印度人嚟打啊咁樣，我都算數，反正街霸六現環境印度佬出場機會係較少嘅，我估佢就係想咁樣致敬一下，一定係嘅，除非唔係嘅啫。然後去到最後啦，套戲播完啦，佢以 PowerPoint 嘅形式咧貼翻晒當年真係人哋手寫嘅嗰啲叫僑批啦，即係平安信嗰啲。突然間我同你講咩抗美援朝，突然間又同你講話呢個係中共嘅外匯資金來源，真係 what the fuck，你到底想做乜？嗱，可能會話都係陳述事實啫，咁啊，當年真係發生過件咁嘅事，咁咪講咯。喂，但係其實每分每秒呢個世界都發生緊好多事噶，咁你都唔係每樣嘢都講啊，係咪？你至少講嗰樣嘢係都需要啱翻呢套戲個 vibe 呢？但就算係本身個故事呢，其實佢都係棘棘地嘅，即係好似阿孫呢，一開始去到泰國嘅時候呢，就四圍問有冇人識阿爺個名啦，連嗰啲鄉親會都去埋噶啦，都係冇人識。又去到片尾，阿嫲終於去到泰國嘅時候呢，着住同一 set 制服嘅人又走出嚟啦，就話學校佢哋捐嘅，因為要向佢哋阿爺報恩，咁所以就咁做。咁所以當初係撚狗阿孫定係點呢？嗱，然後繼續喺泰國，全職乖孫嗰個阿嫲咧，終於出場啦。咁可惜咧，佢已經老人痴呆啦，就唔記得晒以前嘅事。佢都不斷強調自己啦，哎呀老啦，冇用啦，我唔記得啦咁樣噶啦。阿嫲咧死都要推人哋出街行個圈，係咁塞啲記憶落人哋嗰度，都擺明冇理佢噶啦，都係要講。只要仲要話佢哋喺1960幾70幾年代咧，將架單車由泰國寄翻去唐山嗰度。我阿嫲傻買重少少都唔捨得啊！阿姨教書原來真係揾咁多噶。總之咧，我努力不斷揾位啦，諗住去投入個故事啦。導演啊不斷用隻腳咧射翻我出去。嗱，你睇大陸咧，佢嘅評分係非常高嘅，而係香港嘅影評網咧，佢哋都一致地啦，專業地咧留低呢個好評嘅。所以我估咧，又會有人留言講噶啦，話你唔識睇啊，你魚蛋豬腸粉啊咁樣噶啦。係錄到此時此刻，我有啲肚餓嘅。嗱，我喺度一概覆晒佢。係啊，哈哈哈，就係咁。希望大家都得到自己想要嘅嘢。同我一樣啊，都唔係好明到底點樣喺泰國度寄一箱豬肉翻去大陸條村俾大家食嘅你呢？歡迎 CLS、comment、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都係世上3樣嘢話俾你知啊！我有個大膽嘅猜測，唔係話阿嫲無端端搬嚟咗佢條村嘅豬肉，當時佢又分咗俾村民食。阿嫲走得咁急，啲村民係咪食完啲豬肉之後更加係 super fans 課金或者組會員去支持一下我哋呢一個 channel 仔，都多謝所有會員嘅支持，特別係班死嗰啲死唔去嘅行運健康小寶寶，你哋嘅支持呢係我哋做片落去嘅動力嚟噶。我係01，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啦。